这是传统手工的鞋啊，可不是什么含甲醛的啊，全是人家手工做的纯羊毛的鞋。哇，内地的什么都含那个甲醛科技与狠活，人家这鞋，我跟你说，这鞋简直太漂亮了。我现在真的有点喜欢上新疆了，哎呦，太好了，啥都好，鞋也好。看看这都是维吾尔族传统手工的牛皮鞋，这才120，太值了。我发现新疆吃的，不管是吃的还是什么东西，都是货真价实的，没有假的东西，特别好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。快看啊！我有。